来饲蚵仔农民哦，本地有渔业权，会当掠鱼仔，会当养殖。也毋多伫台南安平、个南区、安南区，当初因为安平港的开发，牺牲农民的渔业权。经过农民真侪档的争取哦，市政府目前是已经规划将近100公顷的区域渔业权，要搁甲渔业权献予农民。来到安平渔港，一透早就蚵仔农咧做工课。毋过，英国这蚵仔农却因为要去安平上港，扩大航线范围，来失去渔业权，也就是无法度请工，财损也无法度补助，连渔业险也无法度投保，一个损失就要上100万。毋过，经过几来年的争取，即马总算出现希望。关键是掠鱼啊，即嘛拢咧饲蚵啊，就是吼，毋知有这渔业权的重要。所以吼，有当时这饲蚵时吼，拢拄到一个天然灾害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无渔业权，所以拢无法度去争取到可能该有的这个补助甲福利伫的。阮阿公到今拢无啊，因为即马台湾工足歹请，所以加减也是爱活落来斗做，无真正做袂去。云林家己蚵仔农拢有养殖执照，也就是渔业权。毋过台南的蚵仔农煞无，即马透过台南市府个民代争取。港务公司总算同意提供100公顷的水域来规划区域渔业权。北边水域的面积大约70公顷，南边水域的面积大约25公顷。台江国家公园对此也表示同意。我嘛是希望讲吼，就是讲伫这两个大单位吼，当吼佮释出佮较大的面积来有这真正吼咧饲蚵啊这。就是源头管理啦，或是说保利龙湖具要回收管理部分。都可以在渔业权一个规范后，更有效的纳管。渔业权通过对加强渔业资源的分配有帮助，也会当保障渔民的权利，提供产业完整的经营环境。也若个人员的铺具，也会当伫立管了后规范，互海洋会当永续发展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